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的节目。今晡日老乡亲朋友咧讲一个好消息，介绍大家都动手了个青润透啊，透过出性钻石的，唔单止系性钻石，你有染创费做得起谈好谈个歌曲咧，家家咧绕起来，你今届主角系马莎咧，当然是阿土哥欢迎。你好，大家好。哦，是梁记婷婷啊。好，最早你要如图当然啊，真是吼哦，一到咱地上做得绕墙都阿土哥咧度，你讲热让旁地图都录节目，所以特别又好燃掉吼。做得啦，喊做得吼，你啊喊做得面腔咧度两片吼，不过其实当欢喜呢，因为了摆吼，久看到一摆阿土哥，所以老大家来讲，你个阿土哥又有性改钻石，老大家来分享，唔但是安样样，又有染创费咧。好，等下好好来小解佢性格钻石嘅内容，有乜嘅东西啊？之前呢又有乜嘅冇強容，強容嘅是強容好談啦。大家先嚟講呢個染造費，東大松呢條慢來咧，因為看哦，伊倆是出去創作的意思，是因年是禮拜日到台北嘅成品表演廳。对不对？因为之前有一场是新竹染景福文化球嘅演艺厅，所以好，乡亲朋友，今年哦。11年24成品的表演厅在信义区的烟厂路88號 B1， 7點半到9點半，7點半到9點半，有2點鐘嘅表演做得起，好，有沒有覺得很興奮？許多大家很熱情哈，盡量哈。用命去唱歌。哇！老师真的懂等一下用命去唱歌，而且欣赏200冇可能哎，200不是一个人自弹自唱，对不对？以前有时候你懂，我们这次的编制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编制哎，你看我这边洋洋洒洒，看我们有吉他，对不对？董运昌，哇，这个真的是大师级的，这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人，有没有哈？还以为你200毛球，因为有一个日本的乐手弹贝斯，透许上俊聪，对，你看，而且这是大提琴也不得了，大师，台式，对，范宗沛大师，对不对？台式没谁鸟啊，台式没谁鸟啊。好，听你遇到violin。小提琴，对不对？黄雨柔，好棒哦！因为台钢英雄它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看大提琴、小提琴、guitar、贝斯，然后我们有个手风琴，我觉得手风琴对我来说很古典。手风琴，对不对？蔡伟静，非常的幽情，柔情，哈哈。然后当然少不了打击黄宏毅，对，然后当然还有你，面皮下喷灵魂人物，对不对？所以，事实上这一次的编制走在讲到头版你的编制冇强容，错吗？係啊，希望本大家帶來下精彩還有內容嘅音樂會，好精彩，編劇會好多冇強容嘅合作。好，所以你看大家真的很懂得的起台吼，所以一開始到大家咧講，因為從安樣解讓樂費，而且你也編輯冇強，而且最重要係賣票啦，係嘛？要，對不對？對不對？最重要係賣票，你係去到哪會賣咯？對，你下科技人發台，當然係網絡嘛，網絡來賣票。當然按到去便利商店哈，佢要隻機台按到 iPhone，我也唔是見過啦哈，係講。曉琴的後生伊琴嘛，打阿土哥琴落去吼，按到 OpenTix 兩廳院的售票系統，琴落去是又好賣，但係你操作相是當麻煩，又要輸入乜嘅安樣發家做得加入嘅面書、臉書、Facebook， 然後做得簽到賣票嘅一隻。手材，而且阿土哥很懂貼心啦，因為張西吼遇到阿土哥有很多都是我的鐵粉地嘛，我的鐵粉係講。錄音架是台冇法度操作，是走在一起都可以給免書私訊，好，我們會有這個貼心服務哈。好，但係安陽其實還有合作的實體店家，比如像台北市的這個是手風琴的工作室，我相信臉書都有這些訊息，什麼新北市也有哈，偷然信州，像係乜嘅板條店啊、老條擺嘅客家菜啊，榮民交通
台河客家荷兰啊，什么黑毛水苗栗实地独改冻回徐咖啡也可以买到。我觉得这真的。你知道这种感觉很有温度哎，就是我可以在一个板条店买到一个演唱会的票，是不是？对啊，对啊，神奇啊！因为日走哈，日走是，做你講嘛？做你講。日走出 CD 出來的時間，伊北部的時間想，還有順頭是賣板條、賣乜個土產的東西，想第二種下。既然出版，其實那個板條嘅板差唔多，因為客家產品嘅，土產就強下賣，咁賣肉嘅看佢賣板條嘅蠻好，肉嘅生意唔好，未來賣嘅咩，冇只要個出商嘅嚇，那個 CD 表前幾日賣了不少，CD，佢結果顧里家冇講，佢阿頭嗰個 CD 嗬，賣嗬，賣1,000錢咯嗬。冇來做過相好冇？這真的嗎？真嘅，家冇意思送出來很易學琴裏頭。哦，你看這就是你讓人家染粉哈，你讓人家一種連接。有時候我有動到個故事，容易咁講呢，因為睇年下來說，讓喺大家來談故事來談，透過講故咧，因為禮拜兩種鑽石地圖有2條歌曲，有歌曲非常嘅重要，一隻係本家講嘅，一隻係本啲大家都地的，我們的大師。就是戚木進信上啦，吼。咁我記得個故事都有意思，吼，因為對我介了解是係，加講有上本阿土哥一隻樂器，來夫，來嘅弦，然後戚木進啊又送，戚木進信上啊又送阿土哥一隻，又送喺家行東西來樂器，從麼？所以基隆沙對呢個生命地圖都有當重要嘅位置啦、位數，所以當然，所以你要特別來寫歌曲來，就得講係紀念了兩位，因為來講一下故事係講啲歌曲，你特別想嚟向親朋友來分享嘅冇？可能3點鐘嚟講，我其實盡量。昨天嗌本阿土哥2分版，好冇？2分版，好。我就講咧，佢哋讓我後生哥玩愛唱，我細細而家不卡看到個壁檔啊，長壁檔是個在線吼，幾人調人吼，像是咩唔到呢，還細些咩唔到，還睇到咩到咧，又話睇到就拿下來。去愛啊！我講我小看愛啲愛，當然愛唔上東西是不用專一。要時間忽上啊過去，我講老咧88歲嘅生日，食了雞酒當歡喜，別當誒在現是拿下來，阿頭也基本意。我戳驚下呢，我想到叫本愛啊，我心肝都唔會想講愛嘅東西，但佢忽然間做了動作。雖然佢顯呢係當強嘅東西，佢就情感嘅東西，我除咗佢重量啊，非常嘅重，對我要希望我撒下來做很多嘅歌，我就。接受到嘅只情誼，後來是想到加工對岸好，轉有卡是某一就是寫出傳現的了個，但接下來我加工高興的某個叫我認識戚木進先生，戚木進呢當時我就當友人，當友愛好講來講去兩三度。水來水到啲講話當sen詞，很像是會強下教音樂，佢嘅送愛當到樂器，包括講到塔歌啦，還有一啲講到三弦嘅，講到樂琴，搞來搞去也為戚木進先生寫條歌，講到博音，也啲啲專輯地位，我冇配到。戚木進先生讓我加工安好，因為我加工不愛弦啊，了有問題啊。木進先麻煩你看一下咧，弦有嘛問題？佢咩講？喲，
遐现爱讲的咧，来不来的，让我食公饭爱，也食过我妈命哦，食过我就装手势啊，刚刚好朋友咧，哦，动奇妙哦，缘分非常奇妙。哈哈，所以你看哦，听阿土哥讲故事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不过俺你说。躺一类肺松感有重量，然后就觉得哇，很想要再继续躺来用盖故事，所以来又聊下钻石地图改够 Q， 所以你躺聊到够 Q 的时间，就开始有那些画面，对啊，很有趣耶。其实甲贡跟你来说年龄是差很多，然后你到期末见性上年纪啊又差，如果聊上感应走的变成一个三角形，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关联，哦，然后有一个交情又恶意在这中间。太有趣了吼！第一是钻石地图动从来够 Q， 我讲但挑够 Q 都有啊，透过很动情感情感到故事读地图，还有嘛个够 Q 诶，少改本台个，你聊下，等下张总来讲。你了白走在讲，终于又可以等到一个性感钻石糖后糖还够 Q 的。对，你看，我就不会音乐，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阿土哥这样子水来水掉。你看，这就是一个创作者会有的，有没有？他没有很认真在听我讲话，一直在唱播音。梦爱又谈了。阿土哥还讲笑啦，糟糕糟糕，失敬失敬啊！没有，讲笑。有一条够 Q 费松改就意思。叫做小学通学会，小学通学会，对不对？你要不要？你还没写一个故事。其实一开始我哋转视跑本来有10条时候咧。你要变11条。变11条，因为我东岸谈到一个消息哈，所以我开小学通学会主办嘅一通学，有忽然间是高兴，忽然间高兴是一主办了某一条高兴。啊！那消息又传到球员，传到来，伊讲哦，哈，伊冇错的呀。小学通学会是佢办的。係通學會開聽冇幾叫，冇叫高興，呢種天使啊！你喺度小學通學要到從愛到大家，到50年冇見。所以解擺個小學通學會你有去嘅，所以你要到你50年你才冇看到。50年冇看到。哇！所以你那個50年冇看到，你看到記得有些他們還很年輕。每啲有一種魔幻感，是上回老姨咧說拜拜嘅時間，可能很細嘛吼，很愛答應而去傳湯，愛下早去啲個門口啲時間啲個店吼，結果有啲車亮來吼，有冇下車全部老火老。歐巴桑吼，有那冇拍，你啊敢係愛小學通學，哦，有種魔幻感，那心理上還有13歲，離開嗰樣是13歲，哦，啊先生來咧，先生嗰樣是1年生，他2年生嘅先生，兩歳要結婚，幾多結婚係？老師還有來，現在還有來啊，哦，幾多是82歲啊，老條條啲嘅行啊，兩三夫人行落來。啊！有隻同學當而在幾條來，幾條冇時差咧，在幾條來，看到我咪當熱情啊！大家不過鄉下聊一些當生氣啊，啲非常生意嘅時間，嗰條生氣嘅事情當生氣，但係呢一種嘅見面非常短，點當中大家食飽都是咩又轉咧又散嘅，同學拜拜。我就看到小學生下課啊，小組是咪見面？但係呢下人講拜拜，唔知下回有機會冇，又係哪時哪年，唔知。哦，就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可能哎呀用年紀了，就聽了感覺上好像這個眼眶濕潤，哎用改感覺哎，真的是這樣子。對我覺得會，因為我頭排有訪問過一個就是龍應家，佢個龍應家其實佢係總言之啊，這個故事就先不贅述。可是
电脑动演狗后机绕机20岁穷哈，你讲他有被放在一个新生训导处关起来啦，所以他们再见面的时候去90岁，然后他坐着轮椅，然后其实面对面跟龙英干，他就说，哎呀，你是该麻莎吗？为什么跟我认识的你长得不一样？后面推着他的那个女儿，爸爸，那是70年前的事了。对，你看到机改时间，那已经是他20岁，现在他90几了。你知道那种感触多么的深？但是在那个70年前，他们是曾经在一起，就像学生一样，同窗10年，每天住在同一个牢房的人。好，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又聊聊 GoQ 小学同学会，我觉得是的确很魔幻。好，那个1个多小时的相聚，你看这一样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好，我觉得这首歌，所以我也是特别的有感。都200改钻石地图，安用改 GoQ 后，费松改，都就大条 GoQ 都有阿头过去量身定做的这个人生阅历带了一个安用改故事。好，所以我们会有实体的专辑，我们也会有数位的专辑。好，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脸书都会告诉大家，我们要用音来卖，用音来秀糖。好，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来到送一团哈，喜音演艺是大家还可以有限听众，现场听音乐就是要听现场啊，从某最堂现场啊，嘿，对，而且现场它也许没有像 CD 完美。可是你听到的是现场一个跟你对话的一种感觉，好，尤其是你从阿头哥安慰讲故事感音，我就会觉得哇，每次听他讲故事，你就觉得，好像很有感觉，如沐春风，有味道的那种感觉哈。还有我们再讲给小猴通后，有一首歌曲，我也是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会觉得很意外，可是会觉得这次也会特别介绍，因为夯彩痛。对，然后他绕墙的北部鬼小改声音讲还都染虫，你看马上一条狗 Q 按到夯锤痛是你他干你挺好戏的，对不对？上次俺妈妈煮一桌冻碰牌，俺妈妈上次煮出来煮一桌冻碰牌哦，明明冻碰牌哦，俺不喊你朋友有没夯锤痛哦？阿头跟你能理解我的感觉，你昨天了解我意思吗？吼，该夯锤痛，家族在讲还有客家特色的。一隻湯，錯哦，鹹菜客家人做出嚟鹹菜米線梅頭啊，然後大量製造和配裝喺冇同樣，嘅促圈做出嚟鹹菜梅頭冇同樣，哦，譬如講呢個鹹菜愛做咧，湘西講嘅梅頭，佢一定要帶蒜。蒜唔係嗰種誒蒜絲嚟蒜，啲蒜種有灰感嘅梅頭嘅，嗰樣正嘅按照好食嘅鹹菜，又鹹又蒜又甘甜，哦，啲本愛按照梅頭嘅記憶嚇，非常親切，因為出來。家鄉以外食的鹹菜湯梅頭冇窮。上次他們是到該藥水味，啱排泄講，排泄，係麼？該工業大量製造的時間，因為叫可能要打按落豐富啊，降低快睇啦。係因為客家種成樣嘢咯，鹹菜食唔睇咯，唔是咁。哦，啱講都溜出來，那曬到半晝呵，直到硬度。改變泡菜哦，也很有味道哦，排骨泡菜湯，曬蝦辣椒，嚇早啲咁樣讓嘅鹹乾到鹹菜嘅，梅乾扣肉什麼啊，梅乾扣肉又好凍茶，突然肚子都餓了，對不對？不過聊條正事，不過聊條夠 Q 還剛才你剛還有談到有小朋友的歌聲，小朋友因為嗰樣是丟鹹菜係太暗光，而丟1000 1000。鹹菜啊，伊青，聲音吼，時常叫我阿婆會檢查腳趾啦總得唔哦，時常來，落去丟，丟甜咧無煙，吼，大家相信咪兩家下聲音就可能像因咧跳舞樣嘅啲，你歌唱本來清代嗰種嘅感覺係呢一種嘅文化消失退去，因為。西歐冇人多咧，你也種下了，到三合院地背，
所以只故事的录音家伫个草木是阿公阿婆两公婆，还很远呢，还有两公婆两老伫个，大部分村一沙，故事怪滚的客人，相信我见到路行的人打招呼啊，要是讲，因种下了条萝卜个。見來見故事，都市嘅了見去，後生人見走，也是文化啲裝下消失體去，因為客家美食味道也變體去了。了解，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哈。哇，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今天臭豆聊片，阿公阿透过那给你一看到跟他说，哦，我说欣赏你是不是瘦了，对不对？哈，就是我们这个飙风少年又再现在我面前，有没有？你让你也世界是不是有一个那个3大吟游诗人，感谢你们老夫哈。哦，那时候哇，这个是算蛮轰动的啦。好，该亮西走在堂头动后堂还够 Q， 那也是不阿透过港出港修动庆，对不对？所以也是有了这一首。新的创作，你们都是一群飙风少年。飙风少年也係因為喺度全民獎係能副得副，上下啲搞音樂些，副得副得出來嘅高地步啊談到，你啊，佢談嘅東西是下吧，下宗教嘅一種嘅，下新鮮嘅一隻編曲嘅感覺，但係。我本身我上戲，因為全部有後生嘅時間，我想老嘅反應也係一隻上嘅東西，來咗你很後生，因為唔係講年紀來台灣加起200歲嗬，就失去很多後生人嘅嗰種嘅向前行嘅勇氣，我就寫到 rock and roll，本意。還有青春的感覺。你會不會覺得，你會覺得條歌曲讓你頭擺轉寫歌曲好冇強咯？當然，你係喺心肝度嘅一部分嘅音樂。盡量喺做新嘅專輯，攞挑戰，冇強咗。或者過一包個喺做新嘅專輯，有冇強咗嘅東西。所以你看，就是了解堂一改，你講創作、歌手改落改，大眾轉世改世界都會談到你人生某種改團改一隻故事哈，我覺得也是都會回饋到佢改音樂地圖哈，還有當到同音改故事，就得到大家的分享，你等下怎來講？所有嘅裏邊咧，都呢個福氣裏嚟啦，都有依種得單元嗬，呢第一隻單元度福氣卡拉 OK， 其實唔係重歌嘅意思是係講，要當到嘅問題，家家問題都家家都會是錯嚟嗬，就唔得上強求，啊，就得了解到佢哋歌手冇強嘅面向。一般來講哈，那歌手咧打嘴鼓嘅世界，還是會探索到他內心蠻多層次，因為總是跟創作、到寫歌曲有關。不過我們這個題目通常跟創作無關。阿濤哥準備好嗎？我什麼都願意講，就不要講隱私。冇問題，好的。那我要來問哦，第一題係講我用一種嘅動物來形容你其中因為係乜嘅動物？鯊魚。為什麼？用一講。你不可以因為頭髮是這樣，你就說你是鯊魚，總的你覺得為什麼？好有趣哦。我應該係啊。因為你覺得因為大海哦，大海都係哈，所以秋冬家，譬如說旗魚啊、尾魚啊，它可以游很快，它可以游整個太平洋轉一圈。哇！你看它的閱歷，你看過嘅世界，海底嘅世界。很多的世界發的，你看很有趣哈。你看這個題目就我很喜歡問很多人，都好問動你愛用嘅問題，因為你只會談到愛用嘅答案，很有趣。所以你看不會很難吧？來聽一聽，請問一下哈，今年地圖嘅時季，你最重要係在季節？季節咯，就季節。總的講，我最喜歡嚟只季節。你每隻季節有佢嘅色彩，像呢
你看條樹啊，像落葉啊，冇葉啊，你咪長長嘅骨頭就出來。啊，春天叫春天嘅寶雅，高頭有花啊，有葉啊，葉啊咪雖然不同嘅氣候去變化嘅色彩，啊，一年過一年，一年再一年，冇講特別喜歡哪一個季節。所以對於來講，我覺得一年四季都很重要。都，全部係自然嘅。好。好，請問一下，阿土公，你認為你自己係好感性的人，還是比較理性的人啊？這題我都覺得，愛吃咯，愛既感性又理性。碰到理性的人會跟他用感性的方法去說服他，不要那麼理性。理性，啊，反過來也是一樣。碰到感性的人，我就會理性。哎，你為什麼那麼感性？那你覺得你自己比較感性多一點，還理性多一點？嚴格講起來，我不認為我屬於這個地球上的人。好，這個答案還不錯啊。你不覺得你屬於這個地球上的人是不是？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因為阿濤哥搞不好他是外星人，其實我們也不是很清楚這樣子。對，沒有我。好，這個我們等一下看有沒有時間來做延伸，好吧？我想問下一題。好，問一下。到目前為止，你起到對應該生命地圖，就是你的演出已經這麼多場了，你有沒有特別難忘或印象深刻的讓你出嘅經驗？每場演唱會全部要吸收到現場朋友嘅回饋，像是錄音家，像是聲音，像是熱情嘅後生，OK，全部要。我咪盡量去用自家生命最正嘅部分唱俾大家聽，喺呢當中也要真實嘅回饋過來，我也接受到，做咗正經嘅人唱正經嘅歌。阿濤哥，你覺得你的人生到目前為止，你覺得是快樂的嗎？你其實都係快樂嘅嗎？當然。有快樂嘅部分。當然每一個人都一定要辛苦冇快樂來浮就是浮浮沉沉。我哋說對你來講，你覺得人生你覺得是快樂？到今為止，我係係保持樂觀。我相信無緣過去，唯有日頭走出來。一泉溪水，你從不同嘅角度去看呢個溪水，結果其實係很多彩虹的製造者，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生命呢件事情。那如果你下做在透過電視機啦、大家都分享一個這樣子樂觀嘅心態，然後講保持一種好像自己是飆風少年的一個心態跟方法，短短的，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的？是唔是唔可以看大海？哇！去看山，去看天堂的雲，來開。但係講你遇到動困難嘅事情，你容易放下嗎？或是不管這事情可以很複雜？把唔樣嘅東西就不用睇。把唔樣是不用睇。係。OK。你冇硬卡到，斷唔掉，你人去搞一卡，東西卡唔樣是不用下來。職業工作，又係你嘅理想，全部係咁樣。你冇喺度關心啊，算咧，不用睇。山不轉路轉，係咪新嘅路會走出來？冇強求。你看到一啲冇眼到問題，大家要發現冇。其實你講土地對阿土哥來講當重要，山對阿土哥來講當重要。我家感受係海對你來講係非常嘅重要，因為你講到山講到土地會對你過去嘅戰士地圖就得感受到你到啲土地嘅連接嘛。不過解下嘅大嘴古地圖就得談到海對你來講，比如你去到自家係山遇到海對你就得看到嘅風景係非常嘅發嘅。所以有一條歌曲就是你是望大海。望台海，而且你係你太平洋改風的一個做啲講序曲，要不要來分享一下望台海呢一條歌曲？情歌。哦 ，OK。因為係感情嘅同學，當然，一個歌唱會有戀愛，會有失戀。
為要得到來適應，但其實也全部係對人生係非常重要嘅各種冇重要嘅結果。但蒙太開始係對自家想嘅嗰隻理想嘅人，係咪僅僅有呢一種嘅緣分？相信人們自家，相信人們合法嘅大海，到底嘅海度係咪有一個答案？哦，相信冇看得到，相信你就迷彩了到兩人嘅遊戲地步，你看法嘅是，可能呢種事來談戀愛冇乜適合，係認真來工作好咧，做得係想吧。對我來講，我遲到被自然發展，該戀愛學戀愛，該天體的學天體，何來何去，冇傷害。OK， 所以我嘅感覺係講，其實海外本叫做答案，其實係咩？只是海外本透過答案，而且我其實重要嘅係，你在面對大海的時候，其實是那個時候在整理自己的思緒，整理自己內心的那一個路線。對，那錯到海界免簽，所以感覺你經歷後咧，新冠度青島你上嘅涵蓋答案世界，其實感覺係海本嘅答案，所以考驗海可以讓他好好的整理一下他內心的一個路線哈，跟思緒哈。咁但係按樣你讀該鑽石地圖哈，其實非常嘅動人，看，剛才你講到看，然後小學同學回應看，然後唔是嘅冇見面感應，哈，佢有在輕撫一下嘅構橋啊，第五讀講到親構，對不對？你對情歌的一個。其實我覺得是自己面對愛情的一個態度，然後面對親吻嘅一個態度。那裡面也有一個泰雅語譜寫的搖籃曲。搖籃曲，因為我大衛數哈，當到演出面嘛，有西夏族，也有當到嘅泰雅族。泰雅族會講木沙水奴，你有喜奶味。佢都關心你韓國嘅條線啊，阿刀。冇殺水咯！他講你係冇你細胞嗎？所以佢係冇你奶味，這好有趣哦！老人家全部關係嗎？你走過他前面。那下次我看到人，我也不要問，我沒問你有細胞嗎？問你有喜奶味？有喜奶，老人家冇乜嘅行出去聊咩？一撮人哋嘅有喜奶，哦，我會轉來咧係啊，買乜嘅東西都是一種關切。我從資料按照問候語裡面找到。簽到一隻東西是我知道，因為每隻族群全部需要來建立一個母語嘅民謠。民謠地位最重要嘅是搖籃曲，因為南歐啊一些初始，搖杯水木，被回憶莫殺死一怒，阿比達。Lahir kamu, 人也起來，風也起來，大自然的各種不一樣東西也起來。有時候，那時候啊，也起來，嘅好水咧，冇撇走，安心，本身也安心。主要本人享受所以安心。心不安哈，喺度碌碌碌碌，中上跌落，係咯，咁就係基本嘢啦，就係容易出事情。明白吼，所以你看哦，今日啦阿土哥用介紹性介鑽石，老啲個講話吼，是咪地圖？讀幾個鑽石地圖就得拖到幾個情感，拖到個經營性嘅智慧，然後佢打最股強融未起，吼，收穫非常嘅大，相信呢個鄉親朋友強融收穫係大。最重要嘅係，今日當講請阿土哥嚟到節目地圖，唔過咧大家要記得到，是因為是時機與咱創費，大家家家去買票，所有嘅訊息都喺面書當個看到，然後咪要先介鑽石到大家嚟見面，所以感謝阿土哥見面咯。謝謝你，謝謝大家，拜拜。聽年下來咧，事情阿土哥講嘅，強下嚟做認同，下大家新冠都會平安咯。邀請大家來到福喜來呢個民宿墘宅，還有墘宅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墘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